大家好，我係寶島移民嘅 Shirley。呢一集咧，想同大家講一講無籍國民。呢一隻無籍國民同香港人比較息息相關嘅。咁啊，要講翻歷史啦。喺香港1997年之前，有一班香港人咧就去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咁即係話當年叫做中華旅行社門口排隊去領取一張叫做華僑身份證明書。嗱，大家熒幕見到呢張華僑身份證明書咧，係一張半張嘅 A4 紙，望落去就有啲簡陋嘅紙咧，但係佢背後係代表乜嘢意思咧？如果你或者你嘅爸爸或者媽媽當年有去攞過呢一張華僑身份證明書啦，恭喜你啦！其實咧去申請嗰個人就已經係華僑身份啦。咁再嚟咧就有啲人話：咦，唔係喎，係我嘅爸爸或者我媽媽去申請，我都未出世，咁同我有咩關係咧？咁就錯啦。其實華僑身份無籍國民咧係可以 pass 俾下一代嘅，就算呢一刻你手上係冇呢張嘢，但你嘅父親或者母親係有嘅，你都係屬於無籍國民。咁再嚟有啲人又問啦：我張嘢唔見咗喎，點算咧？依家抄都抄唔翻，你又講1997之前回歸，咁即係冇得申請啦，係冇得再去申請啦。咁呢個係一個歷史嘅事件嚟嘅，冇就係冇啦。咁但係唔見咗係咪代表冇咧？唔係嘅，就算呢刻你已經遺失咗，你知道好肯定你個屋企人或者你有申請呢個華僑身份證明書，唔見咗唔緊要㗎。咁我哋可以協助你去調翻個記錄，一樣都可以證明你有呢個無籍國民身份。最重要就係究竟以無籍國民身份同埋港澳人士身份去申請移民台灣個差異喺邊呢？咁樣下一集同大家講解。唔該晒。